渴欲把戾氣消除，息兵刃啊！琴簫重奏，只足林。頓覺疑雲疑雨變，將身世問。深山軍旅地，柳底夜半行。你是誰人？直說幽徑陣。我倆相交十數載，只以蕭郎琴娘互稱，到底你何姓何名啊？心經口至今，相看此際欲如遊，盼未能。勸君休將身世問，天邊月有無雲，焉能借引月昏暗？琴娘，究竟你與女士有何關係？因何深宵到此替佢求和呢？親也敵，敵也親。我共女懷娘，有父女親。吓！哎呀！知心竟是女家人，逢敵必誅為己任，曾經發誓在紫竹林，無情寶劍不信呢師。哎呀，蕭郎，哎呀，辣手摧花樹不忍啊！君分恨，廢利人，君呢老不那利劫我往全根啊！你知否為女受冤，難了亦難分。君乃善良忠孝人啊！想到舊仇心漸痕，廢鍋攻破城野時，血上舊債諸魔君，重復家聲震。莫說仇心恨更深，已得福人盡污穢，明兒姜理所開盡幾多人，請君你放下屠刀，面卻生靈劫運，莫情一啲事意氣，邊圖他錯生。種出惡果有前因，若不把女士誅除，
怎報大天嘅手痕啊！蕭郎，冤冤相報何時了？得饒人處且饒人。淚門何罪不容誅？有心冤仇為一晚一族仇，一家恨啊！此際不妨言底蘊，蕭郎名喚韋松輝，乃是公王嘅血人，慘被你爹爹私毒計，滿門殺戮不饒人，一族嘆淪亡，一家離劫運，此世將仇報，殺盡對頭人。哎呀！蕭郎竟是對頭人，君令如山難是人，君不投斷我斷魂，無情劍殺有情啊！郎，琴娘，你到底難交羅命運啊，琴娘，無情寶劍，有情牙天，傷心人處傷心地，燒如香洲，琴當絕音啊！蕭郎不呢活，琴娘悲，紅梅毀謝只足野獸，劍花陰陽河，人抱生死恨。唉，願你蕭郎頭，換取琴娘命，不能同生死，殺身願成人，爸。捨己為人，今明夜還琴娘，你殺我啦！你殺我啦！情相牽心互印，既是難求合緊，我是願你可偷生，堪知堪愛是相尋，血濺清風怨劫運，寧甘犧牲君憂命運，更情劍下逃。
同是願同生，揮劍斷情又不忍，清風殺命更不能，劍號無情人有恨，天如有意怎不稍言人，低怨天心何太狠，無情劍有情人，琴娘不忍郎命運，蕭郎未去我斷魂，只話無情軍法難任你空收回，骨肉親情他令不問你五谷更殘雞報曉，斷腸苦將送佳人來。好多謝范兆錦先生同埋黃佩珍女士為我哋送上咗呢支無情寶劍有情天。多謝你嚇，係咪俾我啊？你梗係遲咗入場啦，我都話咧，如果你哋有禮物咧，要送俾台上每位朋友咧，響全個節目完結咗之後先送上。多謝大家合作下。KK 啊，你認為乜嘢係人生最痛苦嘅事呢？生離死別啦，係咪啊？係啊，咁如果一個好愛你嘅人突然間冇晒音訊，咁你又會點呢？你咪成日有音訊咯，點會冇音訊啫？嗰個係你好愛我啫，唔係我好愛你啊嘛。咁啊，我都查明究竟啦，睇下你點解會離開我啦，係咪？咁如果當你查明咗原因之後，已經係陰陽相隔，就好傷心噶咯噃。當然啦，係嘛？所以大家應該好好珍惜眼前人啊！我知啦，你今日講呢，以下呢一首曲呢，就係《苦鳳離戀》啦。呢首曲呢，係方文正先生撰曲嘅，係真人真事嘅故事，係講一位潦倒嘅書生呢，佢同一位愛人呢，係陰陽相隔。咁啊，原來知道佢呢係有苦衷嘅。咁啊，不如呢，我哋請出兩位朋友啦，為大家演繹呢一首曲啦，好嘛？好啊，咁我哋有請蔡世華先生同埋范太方艷娥女士為我哋送上《苦鳳離戀》，請大家細心欣賞。